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这个南投县是姜的重要产地，今年的产量占全台湾的3成以上。这届县府甲农委会甲合作社来辅导民间的姜农，克服着长途运送的问题，要甲32栋的老姜外销到荷兰。这嘛是南投县头一届甲姜拓展到欧洲市场。就已经处理货姜，送去货柜车，准备外销到荷兰。预计会有32吨的数量，超价达200万。这嘛是疫情后台湾的老姜头一摆销去欧洲市场。我伫102年就来出口印尼几啊柜，过来一直到109年吼，因为咱疫情的关系，咱嘛来出美国出12柜。南投县种姜的面积有285公顷，产量是全国第一。这摆当销到荷兰，副县长王瑞德认为，对台湾姜的产业是具有代表性意义。因为我们平常就有在推动产销履历，那所以我对它的品质非常的有把握。真侪县议员嘛来到现场，作为替南投的姜外销荷兰加油赞声。大家嘛希望会当拍通国际市场，让台湾的农民有钱通赚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